学谣语，学谣语。宁波行东西，行黑宁波夜中走外时，楼吹渡谁海君主斗，波去。他们像红铜，像铁，他们一众，他们全部做坏事。炉吹的是很，这个也是吹的火很大。宁波行东西，他们像红铜，东西就是红铜，行黑像铁，宁波也重，他们一种叫全部的意思，做坏事，做坏事。楼吹炉吹的吹，炉吹渡谁海，吹的是很。君主斗，这个准备火焚毁，包就是焚，就是去，焚毁，焚去，这是焚毁的意思。宁波行东西，这是红铜，这个西就是红的意思，这个西就是红的意思。行铁，铁像铁。宁波也重，一种就是全部的意思，就是非常的贯众，他们全部走坏事，做坏事。楼就是炉子，吹子，吹火。楼吹渡谁海，是呢，就是很大的意思，叫是。谁海君主斗，波去。这个钟呢，它就是铝合金。那个查了一下，这个钟叫钟，中间是铝合金，就是含铝的那个矿。君主斗，波去，就是这个铝呢就被火烧毁了。宁波行东西像红铜，行铁。宁波也重州外事，楼吹渡谁海，君主斗，波去。这个君呢就是铝合金，我当时查了一下，古代是有铝，但是它这不是纯铝的，它只是铝矿里的烧成的，它提不出来。这个西呢，就是西，就是红的意思，红铜东西。宁波行东西行黑，宁波也中州外事，楼吹渡谁海，君主斗波去。这是那个铝呢就被火烧毁了。